岁的时候呢，我在那个马鬼山的原语办事处啊，开了一个幸福生命学嘛。其实那是一个生死哲学的课程。那我们都是邀请老太太来嘛。那怕我的课太严肃啦，所以我就邀了一个学美术的老师。那这个课程里面当然要有让他们有操作的，手部的操作，不能只讲哲学啊。所以呢，那个他就很特别，就每一个人就比如我们是这样画的，然后拿着笔，就是用很简单的构图让他们玩，然后是一个暖身的动作而已。结果他一画呀，就开始画公鸡的那个怪，就很有想象力啊，就引起我们的注意。后来我们就鼓励他常常画，后来他就不听我讲课，他就是埋手，他埋手画，你怎么不会听我讲课？你怎么做爱背？后来我们才知道说，来太太在小学的时候啊，她画画，可是老师都嫌她画得很慢，而且画得不好看，所以从此她就不敢碰画笔。所以小学毕业之后啊，她就完全没有画画，所以就这样是停了60几年嘛。那时候她80岁，60几年之后，她来上一个课，意外的再把笔提起来。那因为我们都很鼓励，同学们也都很鼓励啊。他就开始啊，每天上课就一直画，一直画，而且他的画是有故事的。蛮早点的都是办的，是现在还没有，老师叫人讲，上个我跟个现在为手阿哥大唔知，就3年前我见到老師在教，我覺得我老師呢呢個名老師講，我講老師啊，人現在老師有嘅老師，我唔知啦，我哋見過人，這書農嘅老師都係一個基因，我覺得邊個？我對了就生活就是人生嘛。我較袂想當上班，較袂想上班。我為我袂想講我以前嘅代志，我想進前嘅，想愛做甲恁年前嘅，想甲年前做題目，唔知甲老人做題目，甲老人做我上廣大代志，愛恁個嘢，其實為都唔相干吧。然後想講我這樣就好啊，講這樣是最甲鼓勵，莫甲講啊，你這個七頭八頭嗰啲運動安尼，愛我真歡喜。啊，安尼有歡喜就好啊啦，無想遮濟安尼啦。啊，人家負責都，我但係無負責啦，我對阮遐囝，攏甲阮轉囝教，我為咗甲阮無開心。